节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伫主日伫圣殿甲大家相见。虽然即礼拜天气无介好，请大家保重身体。咱礼拜前来锻炼两首圣诗，第一首231首，着往上帝来唱新歌。咱请琴甲咱弹一遍。唱第一站。记录就是咱应该捌听过一个杨树玉牧师所写的诗。这位牧师其实伊的生涯无介平顺总是伊对这个巴克利牧师，对巴克利牧师主要的贡献就是对巴牧师伫遐做圣经的翻译。翻做台语，翻做台语，所以这首诗是伊的歌词是对诗篇98篇第1节到第9节，就是98篇全篇对遐来写这个诗。咱唱第1节的时候，其实咱应该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讲。着往上帝来唱新歌，是安怎要唱新歌？咱唱的拢老歌，拢是旧的歌。我感受的就是讲，咱每一天的生活，面对上帝，就是用新的态度，新的祈祷来伫遐面对上帝。所以咱逐日起来，就是往上帝来唱新的歌。伊行奇妙满满。咱人生中间，无论短无论长，咱无论家己，还是无论咱的厝的人，还是咱的厝边隔壁，咱的亲朋好友，加加减减拢会拄着一寡代志，无论是好的还是歹的。但是圣经甲咱讲，伊行奇妙满满，不管你得时不得时，伊的奇妙。实行伫咱的身上，拢是满满。上帝的圣手施行拯救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上帝拯救，但是你爱往上帝来恳求。你若往上帝恳求，亲像今仔圣歌对要念的，你若往上帝恳求，一直往上帝恳求，第三嘛是往上帝恳求，由伊来拯救咱。互人知通承受。你甲上帝恳求的时，无论你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你拢通知、通体会、通了解上帝对你的旨意是甚物，通来承受。这点最要紧的，咱若无够力，咱就无法度承受。总是上帝应允，伊要互咱满满的智慧、能力、甲吞忍。来承受咱所拄着，无论好无论歹的事，所以咱咧念这首诗的时，望咱用这个杨树玉牧师伊的对诗篇98篇伊的种心情来往上帝来唱新的歌。咱搁来对第1节开始去念。
第三节上后壁做作乐哦，敢若即个咱来较注意。来，咱第二首圣诗就是李牧师讲道以后，牧师今日的题目讲道的题目较长哦。离开圣殿了后，一嘴真正拄着上帝，用耶稣讲的一个譬如一个法利赛人甲抽象的两个伫圣殿的祈祷，伊来甲咱勉励，咱唱344首，来，请金甲咱弹前奏。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关心，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，祷告。
了后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凡有肉体的，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老人要得到民望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伫遐个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、鲁比、三角内金丝、俄罗上帝，圣诗231首，231首，请起立。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昆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冥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，加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、信奉教会，信道相通，对下列肉体国外永远的阿姐，大家用启文17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文17篇，上帝啊，人着伫锡安称赞你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做压倒我。你所竞选，互因亲近你，踮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予水满满。你灌压残垣收平的土地。你使予雨龙作物大长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王冠。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。因拢欢喜出声吟诗，同心来祈祷。主爱天父，我要大声阿罗你，为着你创造人类甲这个美丽的世界，愿意分享你伫三位一体中间无限的主爱。我用欢喜甲感谢的心纪念主你为阮世间人所做的一切。
愿一切阴光甲乌路拢归伫你。主啊，阮即时愿意拍开阮的心门，对你来坦白忏悔，因为阮自持伫教会来亲近你，用喙来侮辱你，但是阮的心却离你远远。阮受着罪的捆绑，常常骄傲犯错，亏欠你的荣耀，直到罪恶败坏甲无公义的代志断来发生。阮看见遮尔多不公义的事，特别是战争所带来的痛苦，我无温足，也无怜悯，对你受苦的人民无安慰，也无同情，搁较无亲手来帮衬。由你体贴阮的软弱，由你怜悯赦免，由你施恩，互阮伫无力通行动的时阵，至少会当接到阮心声的祈祷，来安慰、顾念伫苦难中间的人。阮的疼会当显明伫你所享受阮基督的溃烂顶面。上帝啊，阮看见遮无公义，无法度来做啥物，心内实在艰苦。阮只有通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溃烂，是阮的拯救。你要吞灭死亡甲永远，由你看过遐个战争受压迫，失去故乡亲人，纵风摇误。惊赢不安中间受苦求生存百姓，所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当看见你的光。就你将因所排动的担甲肩胛头的拐，以及压制因的皮，你拢甲伊压制。就你切去众人的目屎，除去你的百姓的见笑，阮得到完全的平安。世界的败坏，实在是因为阮常常踮伫黑暗中间。心中充满你的计算，甲无单纯计谋，欠缺公义的心，贪心自私，欢喜竞争甲比较，毋是掠家己最悬，就是因为互人看起来生气。总是当阮夜目仰望你，阮就看见家己败坏、骄傲甲愚妄。只有你的怜悯甲拯救，会当救阮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。恳求主毋通放弃阮，帮助阮伫一生的路途中间，当接到悔改，也受你的怜悯，救阮脱离污秽罪恶的生命，伫信心的顶面坚固家己，对你尽忠的关家，到阮最后进入耶稣基督以保护为阮所成就的安息。主啊，你既然拣选阮，就无要弃杀阮。你有应允要带阮行伫阮毋捌的路，你要伫阮的面前，互黑暗变做光明，弯巧变做美德。主啊，阮一生的年岁，你的面前亲像无。逐人徛在的时，真正拢是空空。你有接到先知甲阮讲，世界人会行做实在亲像影，因无用试试，真正无采工。一切因所即出的，毋知遮人将来是谁得去。主啊，我当听候啥物？我的愿望在伫你，就你互阮伫一世人的经历的中间，明白家己只不过是土粉，无你，阮的人生只不过是虚无，啥物当成就？阮知只有明白你，搁顺探你的旨意，阮才会当有限的生命中间来决定啥物是重要，啥物是有意义的。主啊，阮伫你审判的路听候你，由你引带阮，行伫你为着赎回百姓所备办，称作神迄条路。有你的引带，行路的人虽然有风，也袂话行毋着。阮知你互阮伫路的中间所受的苦，是为着要互阮得到搁较大的病。无论阮拄着啥物境遇，阮拢无惊吓，因为你甲我相家己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的确要坚固阮，的确要用你的公义的手持阮。全能的主啊，你爱阮伫世间参与一属灵的真正，你爱阮伫其中接受操练，你既然施恩互阮，阮去做这个世界的圣工，由你互阮会当献上家己。阮每一个人拢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
愿阮尽力来使用这个文书，来起造你的教会，服侍这个世界。求你通过教会来引带阮，接着每一摆的礼拜，指导甲逐样的服侍中间，来加添阮的气力甲信心，伫你的生活中间来活出听人听主的见证。阮也决意要用你赐阮的智慧，尽力来改变阮家己。求主怜悯扶持，互阮当配得是一个稳定。这是求主互阮放落阮心内的压杂，安静伫你的面前，用心来听你的话。通过牧师的讲道，结连阮的生命经历，体会你的话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顶面，满心知影你的旨意。阮诚心摆列以上的祈祷，愿你欢喜接纳。这是阮来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讲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。伊在伫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，台语汉字本圣经新约第92页。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。有我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，耶稣说一个譬如，甲因讲。有两人上殿要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抽象的。法利赛人徛伫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劣色、不义、奸淫，也无亲像即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我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。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伫，连牙目仰天也毋敢，敢若对迄讲。上帝啊，因免我即个有罪的人，我甲恁讲，即个人倒转去伊的厝，得到称作伊赢过迄个人，因为既若自古的要互因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讲道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离开圣殿了后，是一锤真正见到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做伙来思想一段咱真实的经文，就是法利赛人甲抽象的，因两个人伫圣殿的祈祷。有真侪圣经的译本会伫即段经文的头前放一个标题，就是法利赛人甲抽象的祈祷。所以真侪人会将即段经文解说做，毋通骄傲的祈祷，着爱做谦卑的祈祷。但是当咱看耶稣伫讲即个譬喻的原因，实在伫第9节，因为耶稣看见有倚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，耶稣设一个譬喻，甲因讲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。所以耶稣讲即个譬喻，毋是伫强调讲咱爱安怎祈祷，也毋是伫强调讲咱的祈祷爱是甚物款的态度，爱用甚物款的内容。耶稣要强调的是，当咱敬拜了后，咱转去的生活是甚物款的生活。所以咱会当用甲过去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即段经文，并且咱嘛爱看即个譬喻，毋若是讲互遮法利赛人听，嘛是伫讲互我听的。因为经文一开始第一句话是讲，有两人上殿要祈祷。即句话毋是伫交代一个背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因为今仔日你甲我，咱嘛是坐伫教会，咱坐伫圣殿伫祈祷。所以，这段经文的落尾嘛是互咱的挑战。当咱尽完这祈祷、敬拜这宗教的礼仪了后，咱敢会得到上帝的义？也是咱离开教会了后，咱是一个甚物款的人咧？咱敢甲上帝相拄咧？咱敢搁较清楚认捌家己？咱敢用合宜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咧？咱来看一个譬喻。伫即个譬喻内面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教派会当讲是犹太教内面上严格的一个教派。因非常自夸家己过圣洁的生活，因嘛非常的敬虔，因有上悬上深的这个律法的知识。伫譬喻中间，另外一个人是抽象的，这是一种替罗马政府犹太百姓抽税的一种的职业，因替罗马政府服务，所以已经互因家己的同胞看做是走狗，并且真侪抽象的因会私底下的敛财。譬如讲，罗马政府规定一个人抽1箍，但是有的抽象的就会加收，所以大部分抽象的拢真好业。亲像圣经内面上出名抽象的就是撒该。撒该真有钱，但是无人爱甲伊做伙，所以有一天耶稣去到伊的庄，耶稣看见爬伫树仔顶的撒该的时，耶稣讲：撒该，你落来，今仔日我要去到你的厝。撒该非常欢喜，因为从来毋捌有人要去到伊的厝里，所以伊接待耶稣，并且伊的性命嘛因为耶稣来得到改变。伊就决定要将伊一半的财产分予送乡人。若过去用不义的手段所得到的钱，伊要还人4倍。所以伊若安尼做，等于伊拢是破产啊。
但是当伊体会到互耶稣接纳，安尼欢喜对伊来讲是无法度用金钱会当来计算的。所以这两个人是非常对比的一个安排，一个是互人尊敬的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互看轻的抽象的。耶稣定定用安尼的对比，比如讲几啊礼拜进前我所讲的财主甲列撒罗的安尼的故事。财主是一个有钱的人，列撒罗是一个乞食。所以耶稣定定用安尼的对比来掠条听众的耳孔，也互人会当真紧来进入伊教导的中心。耶稣大心描写的是法利赛人的祈祷，法利赛人徛伫家己祈祷讲，徛伫是犹太人因伫祈祷的时定定会用的姿势。但是伫遮确实伫形容即个法利赛人，伊非常的骄傲，徛伫一个所有的人拢会当看见伊的位置，然后伊开始祈祷。和合本圣经讲，伊自言自语祈祷，足奇怪，祈祷毋是咱向上帝讲话吗？但是耶稣伫遮讲，即个法利赛人的祈祷是祈祷互家己听，所以嘛有圣经译本翻译做法利赛人徛伫祈祷互家己听。伊伫讲什么互家己听呢？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吝啬、不义、奸淫，嘛无亲像即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阁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。伫伊的祈祷的内面，不断重复我无亲像别人做歹代志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。我一礼拜我做律法无规定的禁食做2摆哦。我照律法的规定献上我的1/10的收入哦。哇，这个法利赛人会当讲是宗教顶面的模范生。伫耶稣的描写内面，这个法利赛人看起来非常的敬虔，但是实际上伫伊的内面，较藏着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伊敬拜的焦点已经偏煞。伊的祈祷看起来是伊徛伫向上帝伫遐祈祷，伫遐讲话，实际上是伊的骄傲。伊将上帝当作是背景，伊将信仰当作是舞台，伊将家己当作是主角。伫伊的祈祷内面，咱嘛看见伊是活伫一个比较的世界。我无亲像别人，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。伊需要透过比较来肯定家己性命的价值。伊嘛用别人的罪做镜来显出家己的义，但是安尼的义毋是出自上帝的义。咱嘛看见伊的祈祷内面，上帝已经是无声。伊的祈祷无表达伊对上帝、对恩典的渴慕，伊规个祈祷正做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表演。伊无想要得到上帝的答案，所以咱看见将敬拜当作是表演，当祈祷变做是你自我肯定的一个仪式，其实已经离开上帝远啊。但是伫遮嘛要替法利赛人即种教派讲几句话。虽然伫咱圣经中间常常看见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但是法利赛人原本设立的用意是好的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受到希腊的文化、异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，所以有一群犹太人因惊讲互异教的影响，所以因就形成一个团体。接着研读圣经，这律法、遵行律法，来保持对上帝敬虔，因过一种分别做成的生活。但是演变到后来，因较袂记得因当初的迄个精神，渐渐形式化，甚至认为我爱透过这敬虔的行为，我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所以就有人找到一个法利赛派的列比，伊所写的祈祷文，伊安尼祈祷文安尼讲，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替我伫神学院内面安排一个工课，互我无甲街头的遐个人共款，因为我一早起来我就研读律法，
虽然遮个人嘛是一早起就起来，但是因是为着世界空空的事伫遐度日。我做工会当得到上帝的赏，因也做工，但是得到的较毋是上帝的赏。我跑走是走往迄个永远的活命，因也跑走，但是是行往灭亡。哇，咱看，足自义的一个祈祷。嘛有一个列比，伊嘛讲过，如果即个世界有2个义人，一定就是我甲我的囝。如果敢若一个义人，迄个就是我。所以对遮个文翰会当看出，遮法利赛主义的人，因非常的自义，看家己是上好上贤的。但是，咱也看见伫今仔日即段经文中间，伫圣殿另外一个角落，确实一个对比。若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伫，连夜目望天嘛毋敢，敢若堆星。远远徛伫，表示伊知影家己的败坏，所以毋敢挖近上帝，也毋敢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连夜目望天嘛毋敢，表示伊惊畏上帝，伊认为家己无够资格来到上帝面前。即个抽象的，敢若做一个动作，堆星，这显明伊对家己的罪是充满忧伤甲痛悔的。即个抽象的无亲像法利赛人讲遐尼济话，伊敢若讲一句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伊对家己的行为无任何的辩解，伊老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上帝你的怜悯。怜悯有施恩、饶赦、亚看、和解的意思。即个抽象的人，伊相信只有上帝才会当替伊避办赦罪的救恩。我即个有罪的人，互咱看出伊所想的是家己的罪，毋是亲像迄个法利赛人讲，我无亲像迄个人。伫伊的祈祷内面，敢若出现100个我，可怜我即个罪人。即个我是自称罪人的即个我。伊无亲像头拄仔迄个法利赛人是几啊百个我，伫遐凸显家己的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2个人的祈祷，互因分别拄着啥，互因分别看见啥。法利赛人的祈祷看起来是一个真好的宗教徒的见本，但是伊无真正甲上帝相拄，伊敢若看见家己，伊敢若有好的外表行为的义。但是，即个抽象的谦卑、认罪、悔改，互伊看见伊家己的罪。但是，嘛是因为安尼，伊互伊看见上帝的怜悯，互伊得到真正的赦免。所以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是即个法利赛人，也是即个抽象的咧。咱是带着逐样的自尊、骄傲，也是咱愿意悔改。认罪，谦卑毋是糟蹋家己，谦卑是承认我毋是上帝。当咱愿意放落来骄傲、比较，互稳定进入咱的内面，亲像诗篇34篇18节所讲：上帝要挖近伤心的人，上帝要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但是咱的心若充满骄傲，满满的骄傲，咱哪有空间，互上帝恩典会当入来咧？最后，耶稣直接落结论：我甲恁讲，即个人倒去伊的厝，得着称作义，赢过迄个人。即个人是指抽象的，迄个人是指法利赛人。所以耶稣最后宣布讲，即个抽象的比法利赛人搁较算做是义人。因为伊谦卑祈求上帝赦罪恩典，伊全心全意投往上帝，得到称作义，就是互上帝称伊做义人。但是义人的意思是超过罪得到赦免的意思。得到称作义的意思是，上帝看伊敢若是一张白纸，无犯罪过的白纸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人哪有可能做甲安尼咧？
但是上帝看法、上帝算法，甲人无共款。上帝要做的代志，完全是照伊家己的做法，伊家己的意思，袂受到人做歹、做好来影响。因为上帝看的是人敢有谦卑、痛悔、认罪的心。所以，互上帝称做义，大心的条件就是，咱的内心要安怎来改变。当咱愿意谦卑，有一个求主帮助咱的心，上帝伊是怜悯的上帝，伊一定愿意来进入咱的内面。伫看这段经文的时，嘛，互我想起伫圣经中间另外两段提起人的自义的经文。一段是旧约中间约拿先知的故事。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伊一开始毋甘愿，互上帝派伊去尼尼微城，伫遐宣告上帝悔改信息。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对敌，因定定来欺负以色列。但是这个约拿最后不得不也是去啊。但是当伊看见上帝拯救尼尼微城的时，伊非常的无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的内心是掠伊家己国家的利益，掠伊家己内心所受的委屈做自义。但是伊较看袂见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伊就陷入迄个埋怨上帝、甲自我埋怨的中间。另外一段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哇！当即个老爸看见细汉囝倒转来，内心非常欢喜。但是伊的大汉囝卡伫遐生气，认为老爸偏心。即个大汉后生无关心家己弟弟的死活，伊嘛无认同伊家己老爸的行为。为什么？伊掠家己为老爸做遐尼多代志，伊应该对老爸遐得着搁较济嘛？伊掠这做自义。无论是约拿也是大汉囝，因的生气是因为因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交换。我回应上帝呼召去甲尼尼微，我平常遐尼努力种田，照顾老爸的产业，因仰望我靠家己的努力来得到上帝、得到老爸的认同，仰望会当互上帝、互老爸称因做义，称因是好的。所以约拿会为着上帝怜悯伫遐生气，大汉囝会为着家己的服侍伫遐辩解，因用人的角度去看待上帝救恩，因认为只有家己才有资格会当互称做义。但是，较无想到，因两个人拢陷入迄个自义的陷阱的中间。但是，兄弟姊妹，什么是真正的福音？真正的福音就是，当咱追求上帝的义，无需要靠这个世界来证明，只要咱来领受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。真正的义，嘛毋是努力换来的成绩单。是咱谦卑来领受上帝予咱的礼物。法利赛人真努力表现出这个义，但是抽象的，较伫谦卑的内面领受着互上帝临在的安尼一个义。迄个抽象的倒去伊的厝，得着称作义，赢过迄个人。即句话宣告福音上深的意义就是：义毋是我努力变好。义是我互恩典包围。最后耶稣讲，因为既那自高的要互伊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即句话震撼所有听众的心。当然，即个悬、即个低、即个卑微，毋是讲当一个人伊伫接受上帝的义了后，伊社会地位会倒变，毋是。耶稣讲的是，因为人得到上帝称作义，所以伊的内心会当有怜悯、喜乐、平安。安尼心境，互人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处境，拢会当用合宜的态度来看上帝，来看待人。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伫提醒咱，当咱对圣殿转去以后的生活甲心境。
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祈祷内面，是毋是定定列出功劳清单？啊，上帝啊，我有做这做迄呢？也是种种充满我的祈祷。啊，上帝啊，我要爱这，我要爱迄。但是咱的祈祷实际上已经袂记哩上帝的存在啊！伫咱教会生活内面，敢嘛有法利赛病？服侍是为着要比较，摕来自夸用的。也是咱的镜头永远是指着别人的毋对、不义，甲看袂起我家己嘛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伫我的日常生活内面，我敢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也是我随时带着面具来面对上帝、面对人嘞。正做是一个真实的人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圣经罗马书第8章15节到16节安尼甲咱讲。因为恁毋是受着罗卜的神，比较阁惊吓，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，咱做上帝囝。伫遮清楚甲咱讲，咱毋是罗卜，咱是上帝囝。所以对上帝，毋管咱做了好也是毋好。毋管咱伫世间人的标准看了是好还是毋好，拢无需要惊吓，拢无需要带着一个面具来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接纳咱。但是，一个真实心的人，嘛需要爱有罗卜的心。这个罗卜的心，毋是对别人，这个罗卜的心是因为我学习耶稣。自甘卑微来到世间，所以我嘛愿意服侍人，亲像耶稣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一个得着互上帝称作义的人，因为伊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伊称主基督耶稣，所以无论伫任何处境，伊拢会当真安然自在。有一位伫现代真有影响力的巴克牧师，伊捌讲过。如果你想要判断一个信徒伊有偌了解基督信仰，就要看伊有偌明白家己正做上帝囝儿的这个身份，并且伊安怎看上帝是伊的阿爸爸。如果这袂当正做伊敬拜、祈祷，也是对生活上基本的思维，就表示伊根本无理解基督教。咱互修养进入上帝家。这是福音，互咱上大的特权。另外，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，嘛将咱的得救讲甲非常的清楚。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伫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。人会得着救，是因为上帝救恩，毋是靠咱的行为。安尼应允对咱来讲是非常大的讨棒。因为咱永远毋免烦恼，咱做了敢有够额。但是，伫雅各书嘛提醒，无有信的无有行的信也是空空，信无行也是死。这经文甲咱讲，咱的信仰若是空喙无舌，无任何的实践，嘛袂当讲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所以听了这种种顶悬这种种的解说，可能你头会冒在烧，哎，做上帝囝儿，我爱享受迄种无惊吓的疼，但是我搁爱做人的奴仆去服侍人，啊，毋是讲咱只要有信就好啊吗？就会当得到救恩啊吗？为什么嘛强调行为咧？安尼毋是甲其他的宗教、积功德的宗教共款吗？做基督徒哪会遐尔困难啊？的确，咱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智慧。这个智慧甲世间的学历、经验拢无共款。连保罗嘛知影讲，即款的智慧毋是读几本的册就会当得到的，因为伫咱的生活充满侪的挣扎甲矛盾。所以连保罗嘛会讲，阮对听见的日。替恁祈祷、恳求无煞，
愿恁伫心灵逐项的智慧甲灵通，得着知伊的旨意到满满，互恁所行合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好事结果子，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。这保罗提醒，当咱行出教会，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咱需要有信心来的智慧甲悟性，咱才会当哪来哪入捌上帝，咱才会当对得起上帝的恩典。虽然咱基督徒的生活充满挑战，但是这是上帝对咱的保护。提摩太凯勒牧师伊捌讲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住伫树林内的一个翁婆，真邪恶的翁婆，翁婆就是巫婆。伊提供一个眠床，互旅客会当伫遐休困。但是隔工，若即个旅客困过头，就会互法术控制，会变做一个石头的雕像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旅客伊要去困啊，即个服侍即个翁婆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即种做的刺皮、树枝、石头铺伫迄顶眠床顶，然后顶面铺即个床巾。所以即个人客困到规暝拢真无安稳。早起来是伊掀开即个床巾一看，竟然是石头甲树枝。所以离开前，伊拄着即个查某囡仔，伊就甲伊骂讲：为什么互人客困遐尔恐怖的眠床咧？即个查某囡仔真细声甲伊应讲：这个是出自我的痛，比起正做雕像永远的痛苦，即种苦袂当算做是啥物。咱的生活虽然充满侪的试炼，有时互咱感觉讲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乃遐尔侪规矩，遐尔侪袂当做的代志，并且我信耶稣了后，嘛敢若无过到比其他人搁较好。毋过上帝将这暂时的试炼放伫咱的眠床，放伫咱的性命，互咱袂伫安稳的生活内面失去迄个警觉。伊提醒咱随时爱倚靠伊，免得离开上帝恩典。耶稣讲即个比喻，毋是爱咱去批评法利赛人，是爱咱去看见咱家己真实的状况。咱是靠行为来定义家己，也是咱伫上帝面前谦卑承认家己的罪。咱开喙是满满美丽的祈祷，也是咱伫上帝面前展现迄个上真实的性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像才是真正拄着上帝的人，毋是迄个徛伫圣殿的中央大声祈祷的法利赛人，是迄个徛伫角落轻声吐气流目屎会去抽象的。上帝接纳的嘛，毋是一个标准完美的律例，伊爱的是谦卑，愿意讲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灵魂。希望咱每一礼拜进入圣殿，毋是要证明家己有偌敬虔，是愿意互上帝蒙着，祈求罪得到赦免的较无。当咱离开圣殿，转去咱日常生活的时，嘛愿咱会当带着迄个抽象的心，就是互恩典包围、自由的心，互世界会当伫咱的身躯顶看见迄位怜悯的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：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阮真正需要你。面对即个世界侪挑战，主啊，阮真正有当时啊，阮感觉阮无法度堪得来徛在伫即个世界中间。总是主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，互阮看见，当阮谦卑认罪求讨，你的恩典就要入来，成做阮的帮助。互阮毋免透过伫世界种种的比较，毋免透过伫世界人的标准，阮就会当伫你的面前，会当得到称作义。主啊，恳求你拯救阮的灵魂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真实来求讨。也当阮行出即个教会，也恳求主你随时提醒阮，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主你要成做阮生命的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我已经征战好个征战，已经尽跑走路站，已经受所幸你。打了后，有伊的免流，甲我陪伴下地，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，伫迄日要互我，若互我，也要互见若希望伊显现人。迄无太书2章48节。我已经征战好个征战，已经尽跑走路站，已经受所幸你。打了后，有伊的免流，甲我陪伴下地，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，并迄日要互我，若互我，也要互我见若希望伊显现人。迄无太书2章48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。正诗344首，请起立。者，奉献请高主安长老、齐同庆长老、陈庆玲长老来负责建堂的奉献，林婉莹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咱看周报第345页，方言的部分有订单，请中一个订正。时间聚会甲下周信讲的有方的，请咱家己看。第4点，小会定12月23礼拜感恩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。要接受洗礼，也是想要入捌信仰的，请陈牧师报名，以便来安排洗礼的课程。第5点，教会定11月23礼拜中午12点，要踮咧新东南餐厅举行全教会感恩节的餐会友，每一个人200块，包括儿童、小学1年级以上，无占位的幼儿免费。但需要报名，以便来准备儿童座椅，而且会外的朋友每一个人500块。有想要参加的，请踮咧签伫11月初9为止报名，踮咧到11月初9为止，伫1楼中一来登记交费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，欢迎杨明成兄弟，欢迎，欢迎，请坐。咱头拄啊，迄个请坐，咱头拄啊新东南迄个主餐，就是咱后礼拜开始伫1楼报名，咱若意爱要邀请咱会外的朋友来参加，咱嘛爱伫1楼来即个中级来做即个登记哦，所以咱望讲咱开始会当将这样书放伫咱的内面。迄天是联合礼拜，所以望讲咱礼拜做煞，咱会当做伙伫遐来聚餐，咱嘛会当伫遐欢迎咱的新的遮的朋友。好，即是咱来讲道，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咱为着世界、台湾各地宣教士祈祷，为着教会建堂事工，甲咱逐样的事工来祈祷，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即事来祈祷，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，咱为着燕纯，燕纯是放下即事的太太，伊顶礼拜开始做化疗，咱恳求主保守，互伊的化疗拢会当真顺利。咱嘛为着淑芬长老来祈祷。伊伫2礼拜前有开刀，所以即是伫厝里来恢复。咱嘛恳求主医治伊。咱嘛为着林水长老、美莲姐、佑春姐、龚基姐、怡礼、明月姐、道明兄、秀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成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。咱嘛真欢喜，今仔日看到圣真长老转来伫咱的中间，咱嘛继续为着伊的身躯来祈祷，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肢体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用祈祷来就近你。主，阮的祈祷定定无信心，阮的祈祷嘛无够额。
总是主，阮相信你是听你祈祷的主，你也怜悯阮的信心无够业。主，恳求你就教示阮安怎祈祷，互阮透过祈祷会当哪来哪明捌你。主，阮要将阮的世界为台湾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主，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，有真侪战争，有真侪天灾人祸的所在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也恳求主你伸出你公义的手来治理即个世界。我为着阮台湾来祈祷，阮看见有侪侪灾害在发生，无论是华人的遮个洪灾，也是最近这地的遮个灾难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，互阮的生活会当紧紧来恢复历史。主，恳求你也怜悯遮受苦的人，互因会当恢复因的生活。主，也恳求你保守，互福音也伫即时会当进入台湾人的内心。主，阮的同胞侪侪还袂明捌你，恳求你使用阮，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使者，将福音伫阮身上所成就美妙奇妙的代志，也共款会当传互因。主，阮也要为各地宣教师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，互因伫无共款文化的所在，会当有好的适应。也恳求主你保守因的平安，互因拢真安全，互因所做的工也会当伫当地会当产生影响力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事工来祈祷。阮的教会有侪侪事工在进行，无论是敬拜、关怀，也是遮种种的事务会遮进行，也是宣告，也是阮种种的遮对外的事工。主，恳求你拢使用遮事工，互无论是基督徒的兄弟姊妹，也是要未信的遮朋友，互因拢会当透过遮事工，哪来哪认捌你。主，恳求你也引带服侍你的遮同工，阮的中职同工，阮的遮事工的遮同工，互因伫无共款的所在、无共款的时间所做的代志，拢会当荣光上帝你，也赏赐互因气力，伫面对家己的事业、家庭的遮个重担时，也互因会当有够业的气力来服侍上帝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原营即事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伊怀孕的过程，互伊第二胎拢会当真平安，也互原营有健康的身躯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遮个兄弟姊妹即处理疗养的来祈祷。主，阮恳求你来保守燕存，伫伊接受化疗了后，主，恳求你保守伊的身躯，互伊的身躯遮种种无好的遮物件，透过药物会当来除去，总是留存伊遮好的健康的细胞，互伊有臃肿的身躯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小芬长老来祈祷，恳求你臃肿伊的腰骨，帮助伊紧紧来恢复健康。也有其他侪侪兄弟姊妹久长伫处理，也是伫做复健，接受医生的医疗的，接受厝内人的照顾的。主，阮也将因一一提名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看顾、怜悯，也恳求你照顾因厝内人，也互因有够业的体力，会当来陪伴。主，阮将阮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特别伫天气渐渐寒冷，主，阮恳求你也互阮有够业的臃肿的身躯，有够业的精神，会当每一日行出合主你心意的生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，圣诗401首，圣诗401首。吟诗了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较济